好咁啊，又講賽馬貼士啊。咁啊，第一場6號咁啊，神驅馬靈。第二場2號男神。第三場4號老鼠班。第四場3號包裝天王。第5場7號勝彩。第6場3號哈羅威。第7場2號有熒光。第8場1號浪漫勇士。第9場7號千帆區。第10場2號米奇。咁啊，11場就7號櫻花酒杯。好啦，咁啊11場賽事講完啦。